不食这酒，就是独是味道，修饰显道。对头四位，我对到迄种性无改变，独实实在在无改变。即世人守住我自己的显道，叫做不修。就是甘于平常守为平常。有啥物话要用安尼讲？啥物物是会甘的物件？拄淡的物件会拄甘，拄淡的物件咱食较会久。你来看，咱逐工都有咧饮水，啊有水有淡无？是不是会甘呢？咱讲食鲜，啉的鲜话，逐工啉汤水咧，敢会鲜？为虾米？伊是真正的味蕾啊，是淡啊。愈淡的物件，咱食愈研究了看米饭啊，白啊。你看咱自小汉食到，有细汉才像是咱无感觉做啥，为虾米？平淡。